他们来，有心情早与我。
见了赵英啊，跟人亲热啊，我发给司仪呀。主公，我发随公在司仪中。哎，你家老爷呀，为国亲政，为人后期，这是心上疼我，想个杀雷手却少心意。这倒是真的，不是小人物将军来他们上的话，老爷神上的，谁要是说到差之意相反方啊，真估计三小姐也得灵配。你家三小姐啊，乃是夫人生的礼物诸葛亮哦。哎呦，天生一把老爷就要回来
惜了，他是当了重兵，你是小小有力，他怎么会轻易拉死啊？可是他，你讲，哎呀，你讲了，你哎，他那么多人口气，我们都来抢，上气气，老爷呀，到底是什么事啊？出城了，出城！启禀老爷夫人，部长爷的命前来得亲啊！哎呀，本命来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看看运气，小爷呀，来了，你别长。再见一路一好大吉！一步一步，母亲给我送上家乡粽子，望一步一步小能。我家乡的粽子我最喜欢吃了。哎呀，本命啊，快坐，老爷啊，请坐。本命啊，刚才我都想一想也忘在你心里面，可是娘好吗？好啊，好，爹好吗？好，也好，想必祖母祖母一定也好了，都好，都好。哎，老爷呀，这事情的明星来了，不过他到年龄的婚事啊，也不要等到半月中去了，要是快快去看了满喜事吧。好，多谢姨母佩玉。此事金曲乃是他妃之言，外属下明日动身，谨记观考。对，夫人啊，这究竟之事可大于不得了。对，尤大人，观考不是件大事，你可千万不能阻拦我怎么会阻拦他呢？本命啊，进京观考
把山
哎。
啊
家，不怕三江团辣椒。为进入诸级四川，这辣椒嘛，我稍微吃一点，吃一点点。我可不管你爱吃什么，我来问你，那郎和您这两名多少银两？不有啊。那听说你的王娘已经不少了。也不有啊。三妹，你急什么忙什么？你把自己一枚也拿去做生意，我夸你呀，我要把你自己亲妹妹也拿去送成你。哎呀，三妹，我已经不这么是吗？也不至于外人这样嘛。我看也差不了多少。三妹欲说必知，那老家把他叫打死的，2千万。玩什么？玩什么？你讲啊！哎呀，三妹呀，大家一岁做天地用，关江山才当中，总比无力在皇宫，飘扬多子团金用。不能乱讲，弄得不好是要杀头，是要灭门的呀！我家兴王偏不认真，老子就用女王传位之意，发心口号，天下不知，王怕什么？本沙草终有位御史大臣陈周天天，他的此事就不为多分。哇塞，是此，可是我有把柄，才管动他一根好毛呢。我有把柄我有把柄妹，他又来找我了。三妹，你今天我拿起这里读一读吧。妹妹，为娘已经真没
那么你也凭着老孙来请你今世接力，瓦工切地我命，宁愿正当岳山老爷明媚正娶，良相敬约，并非让个相差的岳配夫人奉旨。是我台湾彩礼的子民，是我光对那一问你的我是你当然是我了。但老七公老岳之亲与为一争，你尽管退一回魂，给当不错。呀，我是大人啊，你身为总兵，你当自请当明辨是非。今日一见，趁我来一日，喝了不分，死了不动，不知人情，不是好歹的大超吧？此话怎讲啊？请你想啊，有请用吴大人，那，这样动刀动枪的你。是嘞，倒是老夫错怪你了，忒是体统了。不过大人，你要是不为你理想的，老身都与我还要同你讲理。好，来呀，快请老夫人宽恕。谢大人。想不到你对我的情意好，你太轻不怕是谁啊不长，其实是只要你大人一句话，要把我的呀不予发下可有可气？
杜氏手啊，这好，夫人，你将有李小姐的名，请过多少说你先生啊？这也不是算命先生啊，是啊，也不过算命先生杜氏这样讲的啊，也不过算命先生与举世举国是这样讲的。是啊，与一个算命先生说话语也不一样。他这么讲啊？他说了，日老也要越是富贵越遭殃。是啊，看得高官要高官，你不能去哪里？这么一啊！可他短着相公我们旁。老爷，孤算为与这样的事啊！徒弟放心，场地不来呢，人远的；风的不来呢，别的。来，老夫人啊，常言说得好，这四大上下呢，总是一往想一往的。你家二小弟的名，总为一个护法说。我是这位中国大人在行，那么你倒是说说，有啥个破防呢？我讲了这么许多，他们万事不肯顺畅，这让西中往下藏呢。这大人又叫一声，叫我继续讲，我讲的啥呢？夫人，既算府的破法，今晚老夫先把这李小姐带回府去。还来上，请来个帮高明无私，这一后法。这高明无私，我也早就去请了呀。好啊！这大人有叫2声、3声、4声，他这样的人枪法一落地了呀。
计，来呀，闭目思恨。这曹云华县，曹云华黑兵死，跟着大不行，我国衙内进去，我国衙内进去，官不乱驾，引起，官不乱驾，引
相公来了。哎，快上啊！哈。这船没有条板，怎样上去？哎呀，我也有点害怕你。哎，相公，你看这两个堂堂汉子，连船都不怕上，还要这样的，岂不好笑？哎，生女艰难，怎能相助？不可取笑。快快提过船桨，与他们打过覆水，上船岂不方便了？这真是一个好办法，好办法！怪这相公想的最好，此次多谢二位。
命。这个请问爷爷，你的眼兄是？我的眼兄乃是黑着色着的同参考的，完成一两兄弟。是嘞，你我的兄可就更亲了一层了。本来就情到根啊！既是自己的兄，我就对你收拾了。那野兄与不同找郎找杜配，是不曾他快马送他远离，如今他已关键特写，进京赴考去了。这才好哩。请问爷弟，风雨光荣，莫非也是为了上京赶考的？非也，我来到朱大人面前到场去的。高场，莫非也是为了老臣意？正是高压老臣。好呀，爷弟，怪不得你我凭在下恐惧一介仕途，原来爷弟与我志同道合，关胆相照。此次来令我弟兄有感情也成了。昔之情儿一情，应该是情儿有情了啊！这是女兄闻听周御史身患重病，已经3个月没与上朝领征了。爷弟的草，这怕便是高不成了。这便说是好了。爷弟，不要着急，以女兄之间，你和我三个一同精进赴考，他人才能熬对后转，帮上帮助，你我也好志同道合，共知全节，你看是否？爷弟去不要犹豫了，你我去结婚，同意。不好啊，难道爷弟不能生兄弟？非也。
面上红，你
君子也能从前进，理得到你君子儿方能参花。哈哈哈哈！起！哈哈哈哈！口下你老子伺候
此女人为了出上，老是强盛。
黄毛一风之
其精神同俺团聚哩。你与他也不团结呀？其实此女是你呀！你下不来。哦，传远里上堂，远里上堂。人家比他红度小很多。远里看见我有来堂是远里与我开去开来。听我那很当讲话，哎你一来。没带进来，没拿上，没找着。小宝宝。
为我自己为民之黑，其子可嫁不与人才。今日寻万之者，教育红颜情结成。哎呀，兄，既然原有理结的婆婆，请你俩对新人结成完婚，请此谢恩。万岁万岁万岁！岳母大声，女婿呀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岳母，岳母，岳母。
家不算了那东阳。
陪你。赵大人，你不想以国为心，大老贼也要为冤家我们配路嘞，配路嘞。这个我要在这拿到的上山观天色，若黑官风死，我看你。我是领兵总兵大人，更请吧，来人，别莫私恨。好了，来，信息跟帖，这时候死的，时候死的。好，我来写。上线，总兵郎和营，夜夜若是精神，让你出发还是胜，说自过。宁安远之远，远才之宁远有理，你发，赵大人，来，帮你儿小妹的眼睁大，这种美叫我手足的，我夸我也是在包不出来呀，更娘三个姐妹。好，我来写。年方18岁，2月初2正时辰，说头了我。两家结亲，今日好日子，真天有大会，真嘞，大主管。赵大人，哎，别人吧，是吧？3号的时候就找个来人，迎请大美人陪听迎接。在盒子里拿出来就 OK 了。
家大小姐嫁进了赵云华，更能亲热了，我不给事宜呀。夫人，晚上是一个，这是一个。哎，家老爷呀，为国清正，为人后期，这是心上疼我，想个杀雷手却少心意。这倒是真的，不是小人物抢进了他们上的话，老爷身上的，谁要是受到差之意相反方啊，真不起三小姐一点灵位。你家三小姐呀，乃是夫人生的礼，我自个了哦。哎呦，天生一把老爷就要回来了，小姨小爷呀，太夫人把里面整嘞。是。今日忠义大圣，谁也请我，请我姑父
哎，老爷啊，父事情的明星来了，不怕太多年龄的婚事啊，你不要等到半月中去了，要是跑快去看个满戏是吧？好，多谢你莫陪。此事今去乃是他非之言，外甥想明日动身，紧紧观察。对，夫人啊，这究竟之事可大于不得了。对，尤大人，观察可是件大事，你可千万不能阻拦。我怎么会阻拦他呢？本命啊，紧紧观看
我
是谁？至于兄言万里来了。原来是苗兄来了。啊，苗兄，你一路上可好啊？好，俺们好来开门呐。啊，苗兄，你我事情都已正谈了，这开门相见，恐怕多有不便。哎，你我是有亲来从啊，此经既听当年之后，开门相见悠悠不苦。何况有兄明着就要进京观考，难道二妹连句叮咛的话都没有了吗？小妹妹表兄高朋得中，早晨回来了又遭殃啊！这不你还不明白吗？明白得很呐！细说明白，表兄，请问啥呀光天的王子要委屈？好，介绍二妹待我无情，那我这个去臣再不担难了。表兄我来了，表兄，哎呀，表兄。表兄在这里。原来是你这个小女，可不好好当兵。二妹是我啊！原来是大姐呀！二妹，我要到了你表兄来了，还有三家早祠堂啊！快点，刚才他的夫人还在这里。你不是些什么呀？我不上。大弟，你来看，这是什么假音？这又是什么？方才随他门外上，修来红金丝家章，这才从家起到翠峰上，推推动动又来唱。
红尘
我
啊！